如果有肚子发紧，就跟护士讲啊。您是我的主治医生。我是主治医生，我是张医生。然后你，张医生，你是几点开始吃了？大便好不好？你几天没解？2天。你可以喝点酸的呀，喝点那种通便的乳果糖，效果还可以。反正每天尽量都保持每天大便通畅。大便不好、小便不好都可能会引起工作。如果明天还解不出来，我们就给你开药，好吧？好的。你不要太焦虑了咯。啊，说不定明天后台 B 超又好了呢。有人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今天那个量表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我是保守的回答那些问题，其实我更焦虑一些。保守的回答。别想太多，老公在这里天天陪着你。那有些保胎都没有老公在这里的。我老公他笨笨的。笨笨的，对你好就行了，哥。